疾管署监测新冠病毒伫全球流行变异株 XEC 占比上悬，而且还在增加当中。感染科的医师也估计，接下来2个月新冠疫情可能会再流行，而且台湾目前流感的疫情也在行，建议民众要去注意防射，也做好防疫措施。南汇内底排甲外口，为方便民众，新北市卫生局伫卖场边设大型的注射站，提供自公费新冠肺炎疫苗的服务。今仔加啉水哦，哈，今仔休困。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人，也可用到电子肺炎链球菌疫苗。不少人伫中昼过后就到现场咧等。1点半开始，1点就来等了啊。该打的我们都会打，反正对我们有好处嘛。卫生局观察最近流感疫情滚价，也提高民众防疫警觉，意外推出新冠疫苗的注射条。临床医师观察受免疫负载影响，呼吸道症状就进出欠悬，要特别注意新冠肺炎变异株可能加紧传播速度，可引起一波疫情。变异株当然还是要监控它对于我们呼吸道主要的一个侵犯的情况。那一般而言，主要还是会在于传播力会变得相对跟过去的旧病毒株会越来越传播的速度会越快。有3高的慢性病的病人啦，除了打疫苗，规则还是要最重要的，还是要规则服药。医师提醒，最近温度变化真紧，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佫是呼吸道疾病好发的季节，要加加注意防疫。气象署表示，未来1礼拜内佫有2波大陆冷气团到会。很快的，在16号、17号、18号这几天，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在北部跟宜兰地区，白天的温度很明显的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下降到大概是18到20度左右。气象署提醒，下礼拜3到4，大陆冷气团减少暗晡早暗，温度依然偏冷。拜五佫有冷气团到会，气温变化真紧，一定要注意温差，请护手。记者综合报道。